语文你好哈。OK， 即嘛是台湾礼拜哈，礼拜是早起哈。OK， 拄则甲迄个线甲音摆叫做绕高去。有十九早。语文过来就麻烦你哈，咱继续来看。歹势。好，今仔读9月公布第5章吼，1885年10月。头一章是头一页啦吼，大会的记录。这段咱顶回有看过，咱搁来读一遍吼。9月初8日就是拜三，迄暝7点钟，大会组织伫丁仔脚礼拜堂。丁仔脚礼拜堂应该是伫，我以为应该是伫台南嘛府城啦吼。就找一个吼。当然，即马就只好用汉字去找啊吼。即个年代用白话字可能应该找袂着吼。丁仔脚教会看找会着诶。所以可能是太平间教会啦吼。较早叫做丁仔脚礼拜堂吼。太平间。我即马用 Google 你找吼，你若要看若要看画面，就爱去我附的迄个 pin link 顶头，迄是一个 YouTube 直播的网站吼。我即马咧用的即只电脑，我是较罕咧用啦，所以有一寡设定无讲介方便吼，因为较少咧用。毋知煞今仔日速度比较慢诶。
伫遮吼太平间教会吼，就是伫台北市毋是台南市啦吼，即嘛台南市即遮吼，我感觉即遮应该是我对台南市无介熟吼，我相信这应该是算台南市诚热闹的所在啦吼，即个位啊吼，我转去台湾的时阵吼，我去即个位啊，即个台湾文学馆即遮去过两三遍啊吼。我诚爱看内底的展览吼，啊，即栋建筑物嘛是足水的吼，所以敢若是较早的台南州厅的款吼，所以各位若捌去或者是讲你若去台南市有机会，就来遮甲行看看吼。台南州厅即足水的建筑，啊，我捌经过遮啦，所以我知影即间教会伫遮吼。生做即样安尼吼，丁仔脚教会是台湾上早的台湾基督教会。好，有兴趣家己去看即个维基百科的介绍吼。好，所以迄当阵迄个大会就是伫即个丁仔脚礼拜堂办的吼，1885年，把克勒牧师做会证吼，会证，我第一次听会证吼。一般我伫个教，毋知怎今仔日这电脑伫嘟嘟叫吼。伫个教会伫教会历史内底看，拢是讲啊主礼吼，即个礼拜做主礼啊，就是应该是讲伊即礼拜讲道的牧师啦吼，这无重要啦吼。祈祷、吟诗吼，把牧师做会证、祈祷、吟诗。看圣册吼，也有听见下门罗先生参线头大会2场歹势吼，也有听见下门罗先生参线头大会2场的批。伫遮敢有啥物所在爱看？无问题，咱继续读咧吼。拜四顶埔10点钟，大会组织。涂牧师，我毋知这涂牧师是啥物名吼，姓涂吼。做会证，吟诗读圣册吼，圣册就是圣经啦吼，祈祷。涂牧师就论看。怎样通互教会兴旺吼？怎样通互教会兴旺吼？咱要来几位欢迎恁吼，继续读啦。读到咧，歹势，我手机个闪也无看哦。怎样通互教会兴旺？伊当已经去后山。后山就是花莲啦，花莲港后山。我毋知迄当阵伫咧台南府城讲的后山，敢会是台东哦？伫阮心中，阮若讲后山，就是讲花莲啦吼。所以无伊的话通印伫遮吼。这啥物意思啊？涂牧师就论看怎样通互教会兴旺，伊当已经去后山，所以无伊的话通印伫遮。讲迄当阵讲的话袂当印，我毋知吼。OK， 讲话了就请人来议论。五义是人名吗？五义讲吼，这是绝对是即个应该是吴先生讲的话啦吼。稍等吼，我先找一下台历词典收后山是敢有特别讲是啥物所在吼？后 SOANN 第7声，第1声，后第7声吼。后山吼，山第1声，西好麻痹西嘛吼。
后壁山吼，这是 general term 啦，所有的山后，所以所有伫后壁，所有的后壁，伊讲的后壁是你厝后壁啦，吼，一般是安啊，因为一般台湾人起厝的时阵是坐向是坐北往南吼，一般台湾的厝的起的坐向是坐北往南吼。地理关系啦吼，你坐北往南的厝会冬天会较烧热，热天会较凉吼。啊，所以一般是安尼坐向的厝上好吼。啊，后壁山就是意思就是伫咧厝后壁的山吼。比如讲，我住伫咧竹北，阮讲的后壁溪就是较活新丰迄边的迄条溪吼。后壁山就是较活新丰迄边的山吼。啊，伊则讲后山就是台湾东部啦，对西部来讲吼。啊，所以对阮新竹来讲是花莲港啊，对台南来讲可能就是台东吼。哦，遮有一个词吼，趣味我从来毋捌注意着人讲安尼讲吼，行后山吼，我着无一定那是写基间啦吼，行后山，看者，毋捌听人安尼讲吼。行后山吼，遮。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五义讲吼，伊讲啥呢？咱继续读落吼。教会公报第五期第一页倒手边第三段吼，倒手边第三段咱开始吼。那无倒着，即马开始倒吼。互教会兴旺是上帝的权能，权能就是 power 啦吼。你若要直接翻译，对英语来讲就是 power。犹骨着，互教会兴旺是上帝的权能，犹骨着用人吼，用人就是就需要人去做工嘛吼。论传道理参行好，就是自然着，毋使阁讲，就是讲传道理行做好代志，这是自然都是对的代志，都毋免阁加讲吼。论咱当一个人，毋通插兄弟甲世俗人三冤家三个的事吼。论咱当一个人，即只当一个人是你讲教会内底的，比如讲即事即寡，就是教会内底较顶层咧办代志啦，决策的即寡吼。讲毋通插兄弟甲世俗人三冤家三个的事吼。也着想咱人是无路用，着得到主的恩典才有吼。就是基督教的思想内底，人是次要的，人是无重要的，上帝是重要，就是这个较早叫啥？就是以神为本的世界，以神为本的思想吼，神本思想吼，甲后来要变做人本思想，人本思想毋是迄个无迄个教育部的，无迄个教育，台湾是迄个无教育的迄个叫做人本思想。其实人本思想原在是对应的神本思想吼，是等于是世俗对较对重世俗世界吼，毋是对重迄个神的世界吼。所以对，互大家有一个概念者，你读起来较知影意思吼。为虾米伊讲？也着想讲，咱人是无路用吼，咱想讲，人也无路用，人足侪路用吼。但是这是伫教会内底是安尼教吼，或者是讲基督教思想内底人
一个神本的思想内底，人就是无路用啦，吼，就是神才有路用。神才以神为根本，以神为主要，对中的神吼，着得着主的恩典才有吼。所以你来看无上帝恩典，人啥物都毋是啦，吼，无路用啦，吼。啊有，因为人得着神上帝恩典嘛，所以才有路用吼。要紧着常常祈祷吼，所以你着爱常常祈祷，才会当得着上帝恩典吼。这教就是安尼教吼。互教会兴旺，毋是简单兴旺伫礼拜堂那定吼。所以主要要讲的这主题是要安怎互教会兴旺嘛？啊，教会兴旺要靠上帝，毋是靠人就对啦吼。好，而且伊会讲的兴旺，毋是讲干那伫咧礼拜堂全人，意思就是讲。整个世俗世界，属于人的世界，拢应该是爱信上帝，吼，变做上帝的信徒，上帝子民，上帝的世界，对吼，也着兴旺伫家内吼，亲像阿伯列罕吼，我是毋知影为虾米吼，迄当阵即个。你若伫咧华语即个拉亚伯拉罕迄个拉话吼，有时啊伊通翻做列，或者是希腊的拉吼，翻做列吼，希腊。我毋知影为虾米吼，阿伯列罕，伊伫家内拜上帝吼，伊伫家内拜上帝，咱也着做人的模样，早暗礼拜吟诗，互人听见。早暗礼拜吟诗，吼，歹势是早暗礼拜吟诗，互人听见咱的声，吼。OK， 所以，传统基督教会因咧吟诗，就是吟诗就唱歌啦，吼，因咧唱圣诗，毋是要感动家己尔，吼。因咧唱圣诗是希望互别人听见，互因感动，互因明白上帝道理。所以你若听。传统基督教会因的圣诗的做法写法，含即嘛现代迄种奇奇怪怪的新教派教会的圣诗的写法，其实是无共的理路，无共的想法，无共的出发点吼。即嘛新教派唱歌若唱流行歌，因是要唱家己感动的，要唱好听吼，啊要感动家己的吼，所以是无共吼。就是新教派其实已经有一点仔脱离传统基督教会的思想，讲要以神为本的思想。新教派其实是以人为本吼，重视人的感情，重视人的互相帮衬，重视人的思考、人的思想、人的想法吼。所以其实这是已经违反着传统教会对神学的解说啦吼。这是先煞讲互恁知影一下吼，尤其是你若有想要去教会吼，较注意吼。新教会、即嘛新教派足做是若敢若你舞起动吼，你去到遐吼，跳舞跳甲起动吼。好，咱继续看咧。如果教会着组织做祈祷会来求职即项吼。这就是纪律吼，我无啥该知影即个纪律的意思吼。如果教会着组织做祈祷会来求即项，安尼我知求职即项，即个纪律咱来看者吼。求职，你若有人知的，咱甲我补充者吼。敢是即个纪律？求职即项，职一人，职几个？毋知是毋是即个纪律吼？求即项啊，但是伊讲求职即项吼，一般人讲求即项，就是即个纪律啊。但是
毋是求即项是迄个一字吼。啊，即即项，因为即即字就是即几音尔，无别字啊吼。求敢会是即个即？我感觉应该毋是啊。哦，手指头迄个即啦吼，应该毋是。啊，停止的止嘛，应该毋是。啊，所以应该是即个 this 吼 this 即个字。好啦，这袂要紧啦，这个人过。好，就是讲，如果你着爱教会着爱办祈祷会来求对一项求教会兴旺即项嘛，吼。行了兄弟会讲较别较好，着用一年定着经一日，互通台湾的教会同心祈祷。伊则讲行了兄弟会讲较别吼，即句啥意思呢？行了兄弟会讲较别，是毋是讲行了兄弟吼，逐个较无闲啦吼？咱来看，我都查着安尼讲法。别，我先查一下别字吼。别是第四声吼 ，P-E-K。别，即个别吼，别吼，先煞甲大家讲，讲一下吼，就是譬如讲迫害，有一个词叫做逼迫害，华语叫做逼迫吼。逼迫你啊，人问你讲啊，逼迫台语安怎讲吼？无。逼迫迄个概念伫台语叫做迫害，吼。台语无逼迫即个词啦，吼。因为台语内底逼甲迫是共一字就对啦，意思是共音啦，所以不管你是读逼还是迫，拢是迫嘛，啊，你袂讲迫嘛，吼。啊，所以呢，我有迄华语教会牧师啊，要讲台语，要甲你宣教时讲了即个词嘛，因为逼迫这是伫基督教的定用着一个词，啊，伊就想要翻译即个词，伊袂晓讲迫害，伊就讲逼迫啊，就即个逼哩啊吼哦，逼迫就变，后白伊就后白讲了，就是后白念就对了吼，莫倒因后白念吼，台语无迄个逼迫即个词吼，有迫害即个概念吼，你会当讲迫害吼，也是讲伫台语内底这两字拢是共一字的意思就对啦吼。了后，即个概念就是讲，伫台语内底有诶汉字，就是共一字啦，共意思啦。你若要讲，就是共一字诶意思啦，吼。好，别活心，日子真别。好 ，OK 来，日子真别有无吼？拄则讲，行了兄弟会讲较别吼，就是应该是就是即个意思啦，吼。就像咱讲日子真别吼。当然，日子真迫是啥物意思呢？事迫到地，钱管迫哦，钱管迫就是欠钱嘛吼。日子真迫就是应该是日子过了真 schedule 排足暗的就对啦，日子过了真无闲啦吼。我是安尼想啦，因为我毋知影日子真迫讲有其他意思，比如讲是毋是讲过了日子足歹过吼？但是我认为应该毋是啊，日子真迫是讲已经啊，无就是另外一个意思是日子已经足晚吼，迫足晚吼。啊，所以我毋知伊即个当然伫即只，咱伫只讲兄弟的讲，今仔兄弟的讲真迫，今仔兄弟的讲较迫吼，我哩药应该是。真正应该是讲较无用啦吼，较好着用一年定着经一日，互通台湾的教会同心来祈祷吼，为着教会兴旺即项代志吼。OK， 好，歹势我无注意着吼。OK， 好，
拢甲恁揪起来讲话吼。好，过来，咱继续读落吼。教育公布第5期第1页正手边第2段。潘明和讲，潘明和头前无讲即个人，我毋知啥物人吼。反正就是伊即嘛是咧大会记了嘛吼，因开大会嘛吼，所以甲因一寡人诶发言拢直接写出来吼。拍算一项，除去团队诶人以外，牧师着出一个题目，互证人去做论，寄互牧师评定，后来通知伫教会报，为什么用通知呢？我无理解吼。应该是寄互牧师评定啦，然后才会当寄互教会报去印吼，意思可能是安尼吼。人若看见，我手机有时跳一寡，我毋知你写啥，无注意看吼。人若看见就一条，即一条，咱顶讲过啦吼，着为着啥物吼？着为着啥物代志吼？讲啊，为着要互囝儿过好日子吼，啊伊早暗拢去做工吼，就像即一条吼，一条啦吼，应该变调啦吼。人若看见就一条要读圣册，袂晓写诶人就一条要来学写吼。意思就讲，人你写诶即个，伊讲出题目互兄弟去做论嘛啊。人若看到你写诶即个吼，就会想要来读圣册吼，或者是袂晓写诶人就一条要来学写吼。好，总着淡薄伤因吼，互人对因诶妄想，总着淡薄伤因吼，就是爱淡薄仔互因一寡稿费就对啦吼，爱淡薄仔伤人一寡稿费吼，互人对因诶妄想，就是互人来想着来。互人对因诶妄想，就是互人因为伊诶妄来得到一寡奖励啦吼。OK， 渐渐心无道理吼，亲像羊毋捌路，人着压一支树枝运带伊吼。亲像羊毋捌路，人着压一支树枝运带伊。到所在就毋免吼，就是毋捌路嘛，所以一支树枝为虾米？羊仔会去食迄个树枝仔叶仔嘛，伊甲声吼，甲拖安尼就对啦吼。伊着到伊着有哪缀咧行嘛吼，到所在就毋免你带伊到你要互伊到诶所在，伊后来就毋免啦，伊家己会去食要家己要食吼，意思安尼吼，意思就是讲你甲带入教会，你甲带入即个信仰内底，以后家己就免过你逐工甲带吼，因为是人无重圣册，要互教会兴旺，的确无迄个情理吼。意思是讲，人若无重圣册，要互教会兴旺吼，就无迄个是无可能啦吼，就无迄个情理是无可能吼。啊，即你若去新教派吼，你讲一句就袂通啦吼。新教派从来无咧重圣册吼，因较重唱歌跳舞，互你爽哦，互你感动吼，互你来遮调诶吼。啊，无去啊，逐礼拜去啊
流一下目屎哭一遍吼，总是会感觉咱心内无啥爽快安尼吼，所以无咧重圣经诶，无咧重圣册吼，这新教派。即句我搁读一遍吼，因为是人无重圣册要互教会兴旺，的确无迄个道情理，的确着互人心无圣册，就会要紧伊的教士吼，就会要紧伊的教士，就会要紧伊的教士着重视啦吼，即个要紧就是重视的意思吼，所以有要紧无要紧，咱来看下要紧即个词吼，有要紧无要紧，除了关心你有出啥物代志，佫有即个意思吼，就是重视无重视吼。要第三声要吼，第三声啊变调变第二声吼，要紧吼，所以本来是第三声变调变成拢读做第二声要紧吼。要紧就是必要重要吼。OK， 看例句吼，要紧的位就是要点嘛吼，要紧的位吼，要紧的代志吼，就是要惊吼，无要紧是无关系吼，真要紧是非常重要吼。即个要紧即只拢是做 adjective 嘛吼，形容词嘛吼，啊，但是伫即嘛咱读的这文本内底是做动词啦吼，看伊个做动词吼，的确着互人心无圣册，就会要紧伊的教士嘛，所以即个要紧无可能是做 adjective， 毋是做形容词，伫遮是就会要紧伊的教士，就会重视伊的教士嘛吼，啥个教士就是圣册内底的教士嘛吼，来省察家己的品行吼，就是你若有读圣册，你就会重视内底的教士，家己会去注意。家己的品性有照圣册写的咧行无安尼吼，较热心通引带别人，也较无爱别物的事吼，就是会较热心来引带别人，也较无爱别物的事吼，就是较袂去对重着世俗事啦吼，因为你逐工咧读圣经嘛，你着较对重迄个。上帝的代志吼，这是第一啊。10点过1分，咱读半点钟啊吼。好，咱继续。第三位是乌古即个人吼，讲下对即寡吼，拍算咱传道理的人较侪有骄傲，就着整顿，教是因捌道理，约束因毋通学歹风俗吼。我有时看因某来礼拜，四界行了参人去佚佗吼。OK， 就是长老执事也着安尼，家己的家若袂晓得料理，要刣会料理上帝的教会吼。OK， 伫遮有一个词叫做要刣会安怎吼？即个刣啦，本来是本调是刣啦吼。刣即个词你也会用吼，因为这法语内底无啦吼。THAI 第三声刣，毋是即个太祖的刣吼，毋是即个麦吼，但是你嘛会使学即个刣啦。即个刣伫台语原来有麦意思吼，讲毋哩刣，就是你若无爱滴做你麦吼，做你麦滴啊吼，毋哩刣吼。太甲伊讲话吼，太甲伊讲话就是叫你莫甲伊讲话。哦 ，OK， 太，等我讲嘛，太会料理上帝。
为什么这只无太会要太会料理上帝的事？怪怪，好，我看那太会敢有即个事？无，哎呦，歹，太会咧，无，安尼用 wildcard 看卖啊吼。哦，3页吼，歹势，逐页找一下。太，无，所以即个太伫遮是即个卖的意思，敢是卖的意思？敢若有即个卖？我用出台语做看卖吼。搁另外，甘字典。THAI 第三声，车齿，真乌狗脚态，毋是。哦，好，加即个态吼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，就是问的意思。即个态就是本身就是恁一个问一个问题的意思啦吼，问的意思态。比如讲即只讲。你若家己的家若袂晓伫料理，要太会料理上帝的教会，就是问讲你顶头若做袂好，后壁若做会好呢？吼，迄个问题就是问即个问题啊！你头前若做袂好，后壁若做会好呢？吼，你家己家都管袂好，你安怎要管上帝家？吼，管上帝教会？吼，太吼，所以是甘字典遮有几岁吼，即个太的意思就是安尼。大理大书店都无吼，奇足奇怪。我好，咱来看遮太出台语出看觅吼。哦，大理大书店是毋是收第二声？因为我看甘字典意思讲第二声嘛是会使。好，有就是遮吼。大理大书店是查第二声，收第二声啦吼。太就是检菜啦吼，甘吼，阮是袂讲检啦，阮拢讲甘是安尼吼，甘安尼哦，最近敢若进前有一条流行即句话讲甘安尼吼，我大概可能是敢若是台湾是出啥物电视，甘安尼吼，即个甘字就是太，但是你袂讲太安，甘安尼，敢会讲太安尼，应该是袂讲太安尼啦吼。但是意思就是，若讲太就是迄个甘的意思吼，太有甘有，太话甘话吼，太会啦吼，恁关是讲会吼，太会太甘的吼。因为我有第三声，所以有人是讲太会太有吼，太毋来伊若毋来吼。所以毋是骂的意思吼，是迄个问题的意思吼。汉字用即字吼，我相信这应该是敢若是混用字啦吼。
因为即里的读音应该毋是泰啦吼。若真正要查即里要安怎读，起感的起字嘛，我相信是读起，伊迄个读册音是起。白话音我毋知啦，查一下。所以白话音嘛是有泰的意思，抬头，抬头话，抬头有理气，泰我这是伫圣经内底学到啦，或者是讲我教会学到，会讲抬头吼，有时啊讲过一字泰，有时啊讲两字讲抬头。OK， 好来，要泰的料理上帝教会吼，所以即个泰字或者是泰字吼，爱会晓用吼，伊是用来做问题吼，减你若袂晓讲泰，你也讲减，你着会当替换吼。是讲有人讲减菜，减安尼减安尼吼。好，减菜减菜随来吼，减菜减菜长老执事细俗吼，减菜其实是毋是问题啦？减菜其实是 probably 啦吼 ，KIAM 菜 CHHAI 减菜可能嘛，恐惊安怎吼？可能的落雨就是减菜的落雨吼。无共腔口讲法咯，咸菜、甘菜、参菜吼。咸菜长老执事细俗，人若知就看样无来礼拜吼，就是讲长老执事吼，若学细俗吼，比如讲即礼拜请假无去办代志啥吼，无用吼。意思讲，你大家着看你的样着袂来礼拜吼。亲像目屎无趁道理的人有讲，目屎即只目屎人有讲，较早读过吼，目屎是高阳遐的目屎吼，毋是台北遮的目屎吼。伫山内底吼，目屎无趁道理的人有讲，前伫礼拜堂坐到袂日坐，顶伫教会坐到袂了，当无什么意思啊？前伫礼拜堂坐到，什么叫做坐到？坐到袂了，安尼看无意思。用一个我毋捌看过的词吼，坐到第七声到 KAU， 第三声坐到，无即个词。毋知是毋是佮太步去啊？因为一太步就看无伊的意思吼。坐到我看遮有无？这台语找看觅。无即个词，找台语无即个词，安尼着规个所有台语历史典拢查无啊，无坐到即个词吼。咱摇一个吼，伊讲是无，伊讲是目屎无趁道理的人讲吼。就是目屎无你信道理的人啦吼，讲安尼啦，伊讲前伫礼拜堂坐到袂了，当无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咱毋知影坐到，都毋知影后壁
头前有即嘛无即嘛，这什么物件我都毋知吼。咱继续看啦。当一个人也着好好，吼，当一个人也着好好，就是伫教会咧办代志的爱好好啦，吼，莫冤家啦吼。耶稣讲，恁若相疼，众人就知恁是我的学生，吼。这是新约圣经内底一段经文啊，耶稣所讲的啦，讲恁若大家相疼啦吼，相疼吼，大家看恁好模样，知影讲恁是信耶稣就对啦吼，恁是耶稣所教出来吼。若无安尼，别人就毋爱来趁，毋爱来趁，就是无爱顺服恁吼，无爱倒恁来信道理吼。又搁毋通贪心，惊互兄弟看轻吼，就是莫心内有贪心的即种想法吼，惊叫兄弟来甲你看轻。好，咱继续读了10:14。好，教会公布第5期第2页倒手评价算第2段吼。另外一个叫做刘无清，伊所讲的，伊伫咧大会时阵所讲的代志吼，所发表的意见啦吼。我有时对看见囡仔伫办家伙仔，深受感激吼，就是讲伊看着囡仔咧办公好啊啦，阮讲办公好啊吼，有人讲办公伙啊吼。伊的心就受到感激吼，感激是感动的意思吼，毋是迄个感谢的意思吼，深受感激吼，是受到感动。好，办家伙仔吼，啊，各所在地讲法无共啦吼，看恁安怎讲，你着安怎讲吼。办公好啊，办公伙仔，办家伙仔吼，华语叫办家家酒吼。英语敢若叫做，我煞袂记英语来讲，敢若 feast 哟，是啦 ，feast， 就是因用土沙做饭，树叶做菜，大声也烧请祈祷，感谢上帝吼。就是教会内底囡仔咧做办公伙仔时阵，安那看人的样，看大人的样学嘛吼。就是要食饭之前的祈祷对啦吼，搁捌看见8岁、5岁的囡仔三甲济的时，会晓讲请某人起诗调，像出声三甲人，就是。教会内底，比如讲因聚会，还是小组聚会，几个人坐伫遐聚集的时阵，吼，因会先唱歌嘛，吟诗，应该吟诗啦吼。啊，会先一个人先起一个调嘛吼，先唱头一句、头2句吼，啊，互大家后壁倒咧唱就对了吼。即只讲的起誓调意思吼，会晓讲请某人起誓调，就是讲因即寡囡仔因坐伫遐聚集的时阵，嘛会晓讲啊，请某人来起一下诗调，互大家来倒唱就对了吼。就出声三甲吟吼，虽然祈祷吟诗囡仔较济是毋对，要顾是得学大人拜上帝的款吼。好，咱继续读。这无啥物特别的事啦吼，读个知影意思就好啊，我就袂阁继续讲。迄个囡仔若毋捌看见家内的大人祈祷吟诗，因要刣，遮个一个要刣会安怎吼？要刣会晓安尼吼，就是讲意思讲，若毋是伫咧厝诶看大人诶样，哪有可能会晓吼？所以你伫厝诶着爱做好模样，互囡仔学就对了吼。草埔诶草仔若无紧伫咧，就的确。今年发，明年无吼，是拍一个譬喻啦，讲一个譬如讲草埔的草啊，若无紧伫咧，无顶滚落就对啦吼，就的确
今年发，明年无。教会若无后体，也是安。若无后体，若无后体，若无后体，也是安尼。即个后体，咱来查一下吼，即个爱学一个，我袂晓。后体 ，THENN 第三声。后体哦，好，今仔日才学着后体啥物意思？后体就是后背啦，吼。行顺拢是后体吼，或者是伫骹只片后壁你支持的一支棍啊吼，叫做后体。吼，即个第三伊有一个例句叫做跳骹着用一支做后体，吼，就是条啊，有时啊你惊条啊无在吼，行袂调，所以你着用一支做后体，甲吐掉的吼。后体即个词叫做后体吼。所以遮嘛是吼，遮讲，讲教会若无后体，也是安尼吼。就是伊拄则拍一个譬如了，讲草埔的草啊，若无紧伫地。就的确今年发，明年就无去啊吼。教会若无后体，也是安尼。即只后体应该是讲后背啦吼。囡仔6、7岁的时，无带伊去拜堂，是惊了搅扰人；到12、13岁的时，爱伊饲猪。看牛做小可工，到17、18岁时，真惊见笑。要带囡仔去拜堂，愈早愈好，愈慢愈学吼。即只来讲着饲猪看牛啊，我看无。伊讲囡仔6、7岁时，无带伊去拜堂，是惊了搅扰人吼。到12、13岁时，爱伊饲猪看牛吼，做小可工。意思是安怎？伊讲，你若无带囡仔去教会吼，6、7岁你讲你惊了伊去搅扰人吼。12、13岁你希望叫去做一寡工啦，吼，去饲猪去看牛吼，所以无来教会。17、18岁，讲伊着见笑歹势，无要来，所以你永远伊着袂去啊，意思就是安尼啦吼。好，咱继续看吼。即只我当小简单讲一下吼。伫传统基督教会吼，有2种做法啦吼。一种做法就是讲，因规家来礼拜，大人囡仔拢来，囡仔嘛是含大人做伙听道理吼。拢做伙踮遐听道理安尼。另外一种是囡仔着伫咧牧师讲道的时阵，着惊囡仔做袂牢啊，着甲囡仔集中去另外办一个囡仔主日学安尼啦吼。这是无共教会做法啦吼。一般就是差不多是这2种做法尔吼。囡仔，咱继续读咧。囡仔细汉的时，毋捌拜上帝较好。什么意思？较好，还是拜不较好？不过是学大人吼。即句搁读一遍吼。囡仔细汉的时，毋捌拜上帝较好，还是拜不较好？就是讲囡仔毋捌即代志啦，伊哪会知影讲拜一个较好？伊是学大人尔啦吼。细汉的时较快约束吼，细汉的时较快约束，就是较好看教啦吼。到大汉就较学得雕度，哎哟，雕度即个词吼，我毋知你捌听过吼。雕度我较早捌听吼，捌听阮老母讲过吼。讲即囡仔歹雕度安尼吼。雕度你若讲华语，绝对你知影意思吼。华语叫做雕琢啦吼。所以讲这囡仔歹雕度，歹看教吼。
有人讲这囡仔爱调毒一下吼，就是爱教好势啦，莫放伊安尼踮遐乱啊啦，踮遐吵吼，调毒。TOK 吼，调毒吼，调毒。吼，汉字就是雕琢吼。华语啦，华语叫做读做雕琢啦，台语汉字台语当然嘛是读做雕毒啦吼，只是大家较袂晓啦吼。雕毒玉器，这大家知吼。雕毒人物哦，另外是教养监督吼。所以雕毒，你看，其实这两字是，即个毒字甲即个毒字，台语拢读做共音嘛吼。所以是，一个是雕琢的琢啦吼，一个是督察迄个督啦吼，两字拢读做毒啦，所以伊是台语大词典是甲分开啦吼，就是讲教养监督，伊是用督察即个督字吼，总督即个督字吼，会督察啦，因为敢会当读做督调毒，所以应该是总督毒吼，调毒吼。比如讲伊个例句是调毒囝弟哦，这是囝弟，调毒学生吼。所以是，监督、教养，吼，这啥物读啊？阿萨，我看一下日文版。阿萨，阿萨是日语的款，调督学生吼，就是管教啦。吼，伫台语内底，伊迄意思是管教啦吼。啊，讲你囡仔爱调毒者，毋通安尼放咧踮遐踮遐乱吼，插着安尼吼。例句拢安尼讲吼，调毒吼。讲伫人的时阵啊，就是即个意思。啊，当然调毒玉器，迄是另外意思吼。哦，所以调毒人物是讲雕刻人物啦吼，雕刻翁仔就对啦吼。好，咱转来文本遮吼。囡仔细汉的时毋捌拜上帝，较好还是拜上？细汉的时较快约束，到大汉就较学伫调毒吼。即个调毒词啊用起来吼。若细汉屈落性，到大汉就家己会晓得要拜上帝吼。照一个词吼。屈落性吼，那细汉的时屈落性，即有字哈，你着要先学即个有字吼。有字啥物意思？我语感内底我的理解是讲，就是你甲有调就对啦吼，毋是郁字吼，或是即个。毋是郁衫的郁吼，是即个郁字，是遮即个郁字。伊有汉字写做委屈迄个屈字吼，有四个过岁。第一个是创巧吼，就是甲用个巧弯弯安尼吼，叫做郁。一个是弯巧吼，弯巧是创个巧意思，有啥无共？哦 ，OK， 好，等下来看例句就知。第三是积着，看无这啥物意思。第四是无赖吼，咱来看例句吼。第二个讲创互巧，就是比如讲得甲屈互伊巧吼，所以就是你甲一支物件用个巧哦，用个弯去，就是会当用屈即个动词吼。囡仔屈互伊落性吼，即只拄好相反，就是拄则咱文本来讲屈落性吼，就是。所以即只就是迄个调度的意思嘛，吼，相关是调度的意思，就是讲你甲伊的个性甲调度甲塑造出来，吼，甲捏造出来，吼，捏造出你所爱伊的迄种形，吼，叫做郁，吼，郁互落性，吼。啊，后壁即个例句先煞学者吼，讲郁得做就是。弯巧就是郁得做，就是做的时阵脚弯起来嘛吼，郁得做吼。
你甲身躯有弯曲吼，弯翘啦吼，迄个意思吼。屈着骹，折着骹，看遮原册，伊个汉字安尼写实在是看无。吼，第一个屈，讲竹啊，屈互伊翘，就是日文用的汉字是柔流啦吼，烂啦，其实大家应该可能是读过烂吼，就是你若用华语读个柔吼，温柔的柔有提手旁吼，一个流字吼，就是互伊变弯翘嘛吼。囡仔屈互伊落成吼。子供の性質をためる吼，甲即个囡仔性质甲屈互伊吼，甲屈出来，甲雕琢出来吼。卡加马鲁吼，马给鲁吼，即种翘屈吼，有得做吼，指甲的鲁哦，所以第三个讲折着，就是指甲的鲁。指甲的路啥？屈着骹，指甲的路，稍等吼，歹势吼，我毋知指甲的路是毋是我所理解的意思吼。查遮日本词典。遮。指甲的路。指甲，指甲的关起来，指甲的路。指甲，我会用翻译，找我倒。指甲迄路是无共的意思吼。伫遮讲指甲迄路屈着骹，啊是哦，分咪指甲迄路，我无啥理解即个折着讲指甲迄路是啥物意思？屈着骹，屈人，第四屈人是无赖的意思吼，即先说学一下尔，屈人，我嘛毋捌听人安尼讲，屈人，无赖人的意思吼，叫做屈人。伊另外佫有第五个意思吼，伫个汉文版无写着吼，屈一下。屈一下，年末に生まれたものが満1年に満たないのに。哇，歹势我看无介有。屈一下，意思是讲，意思讲还未满一岁的意思是，但是是较客。足一岁的意思，是较客，是较客。period of time，
indicates a consecutive period of time, incomplete days at the ends.我来看无这句什么意思？一段时间，也是较价，也是较价啊，咖喱，你swing，也是较价。白番。Precedes a number of days, months or years， 也是较价5年。OK， 所以应该是还未满的意思吼，有一年就是还未满一年吼。大家足侪用法即嘛，无人咧讲着，你毋捌听过你袂晓吼。好，娱乐性吼，歹势看较远去。已经10:34，歹势我袂记个时间吼。好，拄则读到倒位啊？所以呢，娱乐性，囡仔细汉的时，你毋捌拜上帝哦。OK， 若细汉娱乐性吼，到大汉就家己会晓得要拜上帝吼。好，安尼无咱算甲这第5期第2页倒手边算读了啦吼，虽然佫插一句吼，古早的诗阿伯略汉吼，这个故事咱后摆再来看吼。好，时间到，我袂记的时间真歹势吼。好，感谢恁大家缀我看到遮吼，咱一工读1点钟。明仔载应该是原来会使读啦吼，我再寄出 notice， 若大家有闲欢迎大家斗阵来读啦吼。无闲不要紧，尤其是 weekend 吼，无闲做你去无闲啦。以后咱可能会固定一礼拜至少固定读一工啦吼，另外一工可能较无固定啦吼。因为我的日文课其实是无固定，有时伊有闲就甲我约时间，所以我嘛毋知影会约伫当时吼。好，安尼感谢你敢方便讲话？今仔日礼拜4。会使。嘿。感谢你，真感心啦吼！你逐期逐遍拢来听吼。有啥物建议无？有啥物建议无？建议？无无吼，袂要紧，你嘿。安尼就好。好。希望讲以后读的这个内容吼，拢尽量是较无共吼。因为我知影教育公布内底的内容会重复直讲吼。我若比如讲，有诶我感觉无对，我可能会落吼，这以后再讲好。安尼今日到遮咱明仔载有空再搁继续吼。搁感谢各位感谢你会甲我留这大家留遮侪马云嘛哪有留字落来？我无注意看手机吼，我等下再真少来甲看哈。不过即嘛是看者好啦，看有啥物爱伫遮回答的。芭比入来听，芭比即嘛伫外国吼。OK 好。所以无看到啥物华语词、台语词 ，OK。好 ，OK， 安尼无啥物代志，安尼到遮吼，咱今仔日到遮，我来关房，感谢各位，再会。